新加坡趁着遐大条的观光财，咱台湾敢也有机会发展演唱会经济。其实高雄这几年早就毋忘利用演唱会，对工业城市转型做观光都市。2023年，高雄计共是办117场的演唱会，包含国内大咖阿妹、五月天、国际名称 Coldplay、Blackpink 等等，计共是请139万人次去高雄，观光产达45亿。高雄成功的其中一项关键，就是这个5.5万人的世运主场馆。咱往来看台北，目前开演唱会主要场馆人数拢是限制伫咧万通人。要争取这演唱会商机，敢会当寄望上新的场馆台北大巨蛋？咱做伙来看。5月10日的灯光效果，热情的舞蹈，场内外激动的歌迷。这是2023年3月韩国的女团 Blackpink 来高雄开演唱会壮观景象。过去一年，高雄举办117场国内外艺人的演唱会，其中嘛包含 Coldplay、Westlife 等国际大咖，带动大型的演唱会经济。那带来了139万的人潮，那创造的观光产值大概是45亿。那另外也带动高雄市旅宿业的平均住房率超过80%。11月11、12号2天的 Coldplay 就带来了17万的歌迷粉丝参加这个演唱会。那这2天的订房率呢，在市区订房率超过90%。那另外光这2天的演唱会带来的观光产值就创下了新台币5.5亿元。高雄抓到时机走大升，其中效果上明显的就是 Coldplay 的演唱会，请17万人次到高雄，其中有7成是外县市，甚至是东南亚、港澳地区的国际游客。高雄市府表示，要扩大演唱会经济，上重要的就是甲游客加留落来佚佗几天。那我们设计了加时演唱，设计了商圈夜市券，那让歌迷朋友凭着他们手中的这一张演唱会的门票，就可以到我们指定的几个高雄的捷运车站，就可以凭票来兑换商圈夜市券。参加我们的演唱会之后，还可以来发现一些的消费，还有一些不错的店家。高雄运用演唱会做动机，带动产业发展。甲台北比起来，上大优势就是万人的大型场馆。台北做一个国际观光大都市，嘛有机场、捷运等等利便的交通。即阵佫有上新的万人大型场馆大巨蛋嘛开始咧办体育活动。未来台北市府港法度串联这块资源，请大咖艺人来办演唱会，就是上新的课题。目前台北会当办演唱会3大场馆，南港展览馆人数上限1.5万人，台北小巨蛋1.3万人，台北流行音乐中心5000人。比较落来，高雄的世运主场馆5.5万人的场地，更加符合国际大咖艺人的需求。什么红发艾德啊，或者是像 Blackpink， 他们其实你让他只有在小巨蛋这样子的1万人的场次，其实他必须要演出很多场，才能满足所有台湾的歌迷。所以你如果到高雄的话，可能1、2场就够了哦。世新大学观光系副教授陈家儒表示，大巨蛋启用了后，弥补台北欠大型场馆的问题。附近的景点相宽，加上台北的大众交通网络，凡是会当变出观光优势，甲高雄相比拼。从大巨蛋，然后发挥成观光休闲这样子的一个角度来看，它其实是有一点类似东京大巨蛋连接信义计划区，旁边又有松烟。要思考的是怎么样让人流不是有活动才进来，而是一早就要到这个地方进行消费。脱离南北之争，台湾的华语音乐请香港、新加坡、马来西亚的游客来台湾看演唱会。陈家儒表示，国际客既然投入机票、住宿等等的成本，就无啥可能随来随走。若是行销演唱会时，同时推广台湾文化，就当甲国际客留较久，带动的经济效益就更较快。海外行销这些演唱会的时候，其实所谓的当地的旅游行销一定要双轨进行，尤其是自由行的旅客，他们其实等于是在台湾过几天的生活，所以他们的消费是可以遍及在大城，也可以进小巷。
台湾甲新加坡同款，文化开放、交通利便、语言多元。泰勒斯经济现象，让台湾更较注意到名车带动的国际观光效益。根据学者建议，目前台湾欠缺的是官方甲民间的合作行销，拍出台湾特色，才会甲名车官卖变做台湾的卖种。记者苏眉、林朴凯、曾俊佑台北报道。